丞相将阮夺回来，一路也太辛苦咯。崔燕，我即摆赶回来主要是要问你讲以前我委托你的代志，你甲我办了啥款呢？多望丞相意中，下官感觉无从明心。丞相，这就是东竹大的图样，请丞相过目。袂歹，确实袂歹。爹，东竹大的图样是要做甚物？好，为父当年平定冀州的时候，在土内掘到这洞竹。听崔燕要讲，适时顺地也得着这洞竹，这若是吉祥之调。为父要建造一个高楼庆贺，也要互你一个惊喜，所以暗中叫崔燕伫咧进行。阿爹，原来飞夸江水也未起好，迄三座高楼就是东竹台。东竹台若做好食，属于五路会晚年啦。崔哥，什么时阵东竹台会当完成呢？真紧咯，要若是上慢，明年正月就可以完工啊啦。真好。朱元英兄弟年岁也未少咯，也拄啊好。赶在明春之前，那你的亲戚若讲会定吃，明年的正月就可以相喜临门咯。这位公主，可是你的心目中起码有意中人的人，不妨就对丞相讲，倘有丞相为恁做主啊。有啥嘛？有啥物代志慢慢仔讲嘛。我别安尼大惊小怪呢。姑娘啊，这是关于你甲三公主的婚事呢。姑娘，是丞相讲的哦，伊打算明年的正月以前，要将三公主甲大公主的婚事甲伊定起来。不但是安尼吼，那丞相还搁伫咧问咧，咧问三公主甲大公主，我会介意什么人，要甲因做主哦。姑娘啊，你好赶紧的，替三公主找一个妥当的人，去甲丞相提亲。啊，那安尼吼，恁两个婚事都一定会成功的哦。有啥？唔准你乱讲。哟，姑娘啊，那你早就已经是三公主的人啊，还搁伫咧惊什么话？你这个死查某鬼啊！愈来愈爱讲话，我一定要甲你拍断脚骨。唔通啦，救人哦！哎呦，救人哦！三公主，快点啦！你住啊住啦，两个姑娘，我拍断人的口啦。三公主啊，啊无吼，我来去甲你旁听好不好？蜜姐，关于咱的婚事，你是已经甲我讲过啊？真是天降人愿。蜜姐，你想要找什么人向我那点讲较妥当呢？这个，主家，你有想过无？你是一个才貌双全的贵公主，也我呢，我只是一个情景丧乱的妇人，而且我的年岁阁比你遐尔多，咱两个实在是无适配，你还是好好考虑。蜜姐。
我此心连累你，我的问题正相依。你说出你不该，俗世三宝如有在，你叫。只要彼此咱两相爱，阮的字典可抛开。你家无比手满面，你早已是愿做家人，无意成就事一定，来春平可结相亲。祖家，你真是无后悔？带你袂着，才是后悔啊！别姐，我想讲要拜托孙玉去向我阿爹讲这门婚事，你以为？我看不如找伊催验。崔阳，多望三公主的信任啊，将伊甲真姑娘的婚事来中途啊，我已经答应。我是讲正月初3当足台成婚时，我才要向丞相进言。媳妇，我感觉你无应该答应三公主。这是安怎样讲？我听讲，真姑娘甲三公主的年龄相差有7、8岁，但你丞相若是唔答应，你是要哪向三公主交代的？玉兰啊，那丞相的脾气我尚清楚，年龄问题伊这袂去重视，主要是才貌相配、情投意合，伊绝对袂去反对。也搁有，你的终身大事，阿正嘛拍算讲，在当足台成婚时啊，我才要向丞相请求。玉兰，你的阿爹就早死，但虽是侄孙啊，也毋过亲像爸囝同款，对着你的终身大事，阿叔这几年来，确实有影费真大的苦心。现在有这个机会啊，咱总袂你叫失去哦。我若讲对方，迄个人是什么名，你一定会真欢喜，就是大公主朱媛。玉兰啊，朱媛将来是丞相的继承人啊，你若是嫁去，你今生今世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也就是阿叔来讲呢。看到这个高亲要升官进爵，这嘛加真容易，敢毋是呢？媳妇，弟女总感觉荣华富贵只是生活的代志，若是论人品甲才华，大公主是不如三公主。哦，原来，哈哈哈！你早就爱慕三公主心，也毋过可惜，三公主已经有真姑娘啊啦，是讲你着还阁少岁，等候你若得到名利、地位、荣华富贵的时阵啊，你就知影讲阿姐甲你拍算的无毋对啦。教公，今仔日请你来，
并非他事。早起，阮阿爹有提起讲我甲子健的婚事，你大概知影。我是想要请你做一个大媒啦。公主莫非已经有了意中人，要老夫向丞相进言是？是。公主，但不知是哪一家的贵姓？提起这位姑娘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目前，论才华品貌，堪称绝世。安尼我明白，莫非公主伫咧讲的是真姑娘咯？是啊。既然若安尼，放心，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。多谢，多谢。当天第一端界下，这日我指挥讲，应贵准任务结下，顶元首与东王。真好，做起袂歹。冲船，在你甲摕看卖咧。是。确实是首成果的好诗啊！过奖咯。来，我看卖。若以主家年岁来讲，确实是难的啦。啊，丞相，文章与年纪这是无关的代志。此件公主编一篇丁大夫，实在是编得真好。比如，其驷马相如于地下，也不可如此理矣。讲干，你太夸奖咯。崔燕啊，你看了啥款？丞相，此件公主文才不凡，确实是一个安邦定国的大才。我也有同感，在三位兄弟之中，只有主见，才会当继承我的大业啊。看来丞相有意要会中入狱，将来世子一定是主见无疑。那安尼我就爱来改变主意，来促成主见，助我的得理足难，对我才能永保荣华富贵。主公，来，恁对我来看卖。咱将这回楼向南间下角看落去，拄好，主员在上水河上咧训练军兵。主公，要为带这所在慢慢去想，酒菜若齐备，弄这方便哩。丞相，拜托你的代志，你一定爱会记哦。这放心啦。禀丞相，
炊烟求见。哦，请入来。是。先生，免。炊烟，什么代志？这免提。是。炊烟，什么代志？你讲。先生，下官是想讲要来替大公主甲三公主做一个媒人。哦，老夫正在为子桓甲子建两个人拍算因婚事的代志。你讲的是倒一家呢？先生，山顶有一个女儿，今年拄17，伊的性情非常贤淑，名叫做玉兰。下官想讲要高攀。哦，也你的孙女，安算要匹配我倒一位后生呢？先生，先生的尊意，先生的尊意。那以我的看法，暑假年会甲你的灵孙女比较较适合吧？是子建公主姓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。下官高攀，下官高攀。不过，子桓是大兄，应该得先成亲才对。哦，是讲先生，你在冀州敢拢无发现到美丽姓？美丽？是啊，真公之女现在是住在贵府，伊是冀州绝色的美人，什么人都改袂比的。哦，你讲的意思是讲将秦氏女匹配子桓？是讲先生主见如何？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来人啦！去请你的大公主甲三公主来。是。边丞相，家太尉求见。请你来。是。丞相，免。家太尉，什么事呢？丞相，下官是为了大公主的婚事而来。哦，原来你也是要来做媒人。你讲的是倒一家呢？丞相，这是别院的真姑娘，乃当甲子桓大公主来成婚，可谓是英雄美人，天赐良缘啊！免搁再讲咯，老夫答应就是。来，坐。对啊。为父已经将你两个兄弟已定亲定好，要来赶紧向崔甲两个大媒人说多谢。多谢崔公。蜜姐，夫人，先公啊，阮阿爹已经答应咱这门婚事咯，这是的。你有欢喜无？一种天干。一
我的一句的情爱呀，比个山高的。主家，真是的。当然是真实的啊！对啦，我拄则做一篇丁大夫，老公讲，将我比作司马相如。也毋过你放心，我袂像司马相如遐尼负心，累你替我做挑人嘛。主家，我永远拢相信你。当然是安尼啊！姑娘，我听有人讲吼，你的终身大事，毋是嫁予三公主，是嫁予大公主。原来是我娶袂正。三公主，若是你的鼻纹生是翠罗兰，正讲是翠叶的弟弟。